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7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的主。人生是否都是一切的顺畅？基督徒的生命是否是100%的顺遂？当然不是。正如耶稣基督他也遇见了试探一样，我们都需要有主圣灵的同在，主使者的保守。也如同耶稣基督说过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因为主说，我来是为了要招罪人，不是为了要招义人。恩典的存在，就是因为人们欠缺上帝的恩典。上帝赐下的恩典，就是为了要解决人的病以及困难。这样的恩典我们都可以视为医治，就如同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7节的中间记载了以色列出埃及的情形。他们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却遇见了苦水。这对在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苦难。圣经记载这样说道：苦水。后来摩西领以色列人民离开了红海，来到舒尔的旷野。在旷野中一连走了3天，找不到水喝。他们来到马拉，那里的水是苦的，不能喝。为了这个缘故，那地方才叫做马拉。人民向摩西埋怨，问他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恳切地在上主的面前祈求，上主只给他一块木头。他把木头扔进了水里，水就成了可喝的水。上主在那里颁给他们律例与典章，并且在那里考验他们。他说：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如果你们服侍我，做我认为正的事，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不用惩罚埃及人的疾病来惩罚你们，我就是医治你们的上主。下一站，他们到了以琳，那里有12股泉水和70株的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水边扎营。虽然人民的态度恶劣，他们埋怨摩西，但是摩西却将他们所遇见的困难带到了上帝的面前。他恳求上帝，上帝就赐下了恩典，他教摩西解决苦水的方法，只是要以色列人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。上帝就应许不会将埃及人所遇见的疾病来让他们遇见，因为上帝要赐给他们救恩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他将耶稣跟摩西做了一个对比。出埃及记已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医治的主了。那希伯来书的经文的结论是，耶稣超越了摩西。其实希伯来书并不是用人的眼光在那边比较
而是耶稣明白他是上帝差派成为世人的救恩，是上帝赏赐给世人的医治。摩西曾经因为以色列人的埋怨而生气，而耶稣却在十字架上向上帝祷告说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赦免其实是一种医治。希伯来书也这样说道。经文的标题写耶稣超越摩西。蒙上帝选召的信徒朋友们，你们应该思想耶稣，他是我们信仰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，他忠心的选召他来工作的上帝，正像摩西忠心的为上帝之家工作一样。盖房子的人所得的荣耀远超过了他所盖的房子。同样的，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。每一所房子都是人所建造的，但是上帝创造了万物。摩西在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，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。然而，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的治理上帝的家。如果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和勇气，那我们就是上帝一家的人了。摩西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以上帝儿子的身份治理了上帝的家。摩西他虽然长寿而且忠心，但是最终却因为向上帝发起了脾气，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。我们就如同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，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他一次的献祭就完成了救恩以及医治。诗篇107篇1节到16节，颂赞上主至善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救赎的人要重述这颂赞，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从东西南北，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。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，找不到路往可居住的城邑，他们有饥有渴，一切希望都断绝了。在急难中，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，他带领他们走直路，直到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，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。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，使饥渴的人饱餐美食。有些人身在黑暗中和死荫中，被痛苦的铁链捆绑着，因为他们背叛上帝的命令，拒绝了至高者的教训。上帝使他们辛劳操作，憔悴不堪，他们跌倒，没有人能够帮助。在急难中，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，他从黑暗死荫中领了出来，折断他们的锁链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，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。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感谢主这么的爱我们，让我们在遇见苦难之中有盼望，因为上帝差遣许多的天使围绕着我们，
更赐下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赎及医治的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